政院宣布9月之前未起电池，加速碳民生天然气4月嘛未起，塑胶袋啊增加产量12亿5千万卡。前日啊，台南站门街口附近出现不明的船啊，海巡署认定是逃亡去中国的同一款赛道回来的人已经抓到。今年全台湾11县市设定润性演习，会配合韩国演习，对4月连到8月，韩国兵推4月11大升起过。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初6公司第几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新闻头起先来看这中东战争造成全球的能源价格一直在升悬，为着安定民生，行政院是宣布9月之前电池拢未起，亚速碳甲民生用的天然气4月嘛未起价。也若是这塑胶材料真抢市的情形，行政院是协调中下游厂商增加产量，会加做12亿5千万卡一斤的塑胶袋啊。也若是这医材甲药品方面爱用的塑胶原料，散发署的是会协助优先供应。汤可能要跟这个放在一起，好，节省一点哦。积极的两年参试过啊是两个册，因为塑胶袋啊资源的影响，面店啊头家无奈讲，即马塑胶袋啊是有钱嘛买袂到，只好欠欠啊用。前天我才去买，结果挂在摩托车上，出来整包不见了，被人家偷了。毛店头家讲，虽然电机叫回中盘商还有库存，目前暂时无影响，不过也是烦恼时间一个久会叫无回。我们的厂商是跟我讲，3个月之内都供货正常了，3个月以后就不知道了，怕长期会供不上这样子。像我们明天有接到通知，我们会去经济部开会，会把我们一些状况让我们的长官知道。美国伊朗的战争带动国际油价加原物料价上大起，台湾石化制品加医材原物料原来受冲击。行政院初六召开民生安定记者会，要为平稳物价、稳定供应、加强化稽查3个面向同步来进行。针对查缉不法囤货，也有提高绩效的专案行动，地检署已经启动查缉民生犯罪联络平台。截至4月5号为止，刑事案件部分已经有他案2件，平台行政作为的部分访查总计有880件，稽查部分有60件，总共940件，目前均查无异常。嘛，各界关心石化塑胶制品的供应，顶手中油数钦已经提早开路，有希望带动产能提升。4月各会当增加生产差不多1.9万吨，5月各增产差不多3万吨，各加大数的产能，4月一期总产量会达到16.9万吨。以协调20家合作塑胶加工业者，增加生产供应12.5亿个1斤的塑胶袋。国内塑胶材料抢市，连带包括医疗器材拢有影响。对这代志，食药署表示，卫福部有建立因应中东情势供应平台第2窗口，通协助相关业者。同时，经济部产发署嘛有提供销解协助，确保国内厂商经营无问题。我们评估起来，每个月需要的是1138公吨的塑料，这个部分都已经由产发署协助之下呢，优先供应，让国内的药品、医材相关的供应不予匮乏。卫福部嘛针对需要增加经费，有健保安全准备基金新台票200亿支援，并对业者提出计量问题，通做研究。记者采访报道。石油的价格继续咧起，为着化解这个情形 ，OPEC Plus 是宣布对5月开始，每天原油的产量会增加20万6千桶。也若咱台湾虽然这礼拜汽油差油无起价，不过中油嘛因为吸收这中间的差价，财务的压力真重。经济部是当咧并势调回，把这油船换走红海，或者是加买现货。伫韩方国落大雨，透早天都还未光，美国芝加哥一间加油站已经开始排队，因为到伫美国总统川普下最后通知了后，国际油价又搁大起，当地主先假是举办免费的加油活动。I mean, it's high. It's been the highest it's been in a minute, you know. But I mean, luckily someone's doing something right now, you know. 民众排队超过3点钟，对物价感觉真无奈。切啦，国际油价布兰特原油各起1.4%，一桶冲破100亿美金。西德州原油是达到113美金，无少人是叫苦连天。You know what I'm saying? They need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 It's just overwhelming.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Who we can blame for this? We blame Trump for this. Trump was supposed to get down the prices and everything, but he jacked them up. And it's terrible. I don't know when they're going to come down, but hopefully they'll come down one of these days and soon enough.
全球原油欠货大起情形严重，石油输出国组织加油盘国 OPEC Plus 提出对策，代表性的同意提高5月每工石油产量20.6万桶。不过，核武自海峡当地封锁，外界预测恐惊增产幅度有限。台湾同款面临冲击，虽然这礼拜国内汽油、柴油价格拢无调悬，不过为2月28专案平稳机制开始，而且中油拢总吸收超过90.6亿，同款债务压力沉重。目前我们过去有许多是从中东进口的原油哦，那我们也努力的从改变这个运输的方向，从红海这边出口，或者是采购现货的方式来补足这个安全存量，都在140天以上。经济部加强调度，维持市场会当正常供应。另外，针对航空用油，交通部卖照规定启动补助，目前以国内航线为主，希望全力会当维持市场的秩序。记者采访报道。前日啊，台南的闸门溪口附近的海埔是出现一只不明的船啊。迄当阵，这海巡署是怀疑讲是去互海盗抢来的。这阵海巡署公布调查结果，原来是一个逃亡去中国18年的通缉犯偷驶船啊转来，测试已经甲人抓到。台南闸门溪口附近海岸顶日出现一只不明动力小艇，迄当时海巡署检判，亲像是海上漂流物。经过多日调查了后，海巡署公布原来是一名潜逃中国18年的南国通缉犯，偷渡返来台湾。在4月4日，于基隆地区查获这名非法入境的李姓犯嫌。根据调查，这名李姓嫌犯在18年前因为改造枪炮案，在通缉前搭机潜逃中国，全案在讯后已经依违反入出国及移民法移送台南地检署。海巡署说明，南部分署3月25日到4点外，伫闸门溪口西方5.8个海里，侦测到一个可疑目标。半点钟了后，赶紧现场船顶无看到任何人，不过无排除任何可能，遂启动两只部署，也通报警方展开犯罪扩大搜索，搁公布保全证据，小艇无以废弃物处理。其他案件细节徛伫侦查无公开，无方便对外公布。最近几年，查断中国籍人士偷渡来台案件，其中以2024年中国查甫人黄宏勇驶快艇直往淡水河入境，上受到关注。想回去吗？我也回。你爱台湾吗？爱台湾。也毋过黄宏勇服刑期满，以上收容届满150日上限了后，因为受限两岸情势无法度顺利遣送，以收容代替处分伫台湾生活，也接受网络媒体专访讲偷渡的过程。搁较有一名为厦门收水偷渡到金门的中国姓杨梦清，伫收容代替处分期间走去环岛抛出影片，拢引起争议。依法做成收容替代处分的中国偷渡犯约10多人，移民署均持续掌握他们的在台行为。当事人如在收容替代期间违反相关规定，移民署可依法以新事由再予收容。移民署表示，目前会当伫法定收款范围内对违规的中国偷渡客实施搁一摆收容。陆委会指出，后续会检索移除修正移民法甲两岸条例，和境外人士收容法制一致，避免形成国安的空棚。记者综合报道。清明食润饼糕，高雄临海正义市场煞是有一担，有真侪人客食了歹腹肚送病院。统计到今仔日下晡4点，已经有140人艰苦，其中31个人住院。卫生局伫咧12个人体内是验出沙门氏菌阳性，毋但是要求这润饼担就要停业7天，嘛加重加罚144万。初六下晡2点，由高雄地检署检察官带队来到临海正义市场这摊卖润饼糕的摊商来详细调查。因为有民众测试食到因的润饼糕了后，就开始歹腹肚，毋但头骨然后阁有人送病院。到初六下晡4点，卫生局接到的通报人数已经增加到140个人，有31个人走目上严重要住院。卫生局已经验出12个人沙门氏菌阳性，佮加上摊商夜暗砍事实。现在卫生局也加重裁罚，都是移送地检署侦办。经收集相关患者就医情形、饮食史及检验结果等流行病学调查综合研判，仍有致病源以及食物中毒的风险，再加重裁罚108万。因为摊商隐瞒有包肉丝、两闪片问题，影响卫生局的调查，卫生局加重裁罚108万，累计裁罚金额144万。除了正义市场以外，伫咧凤山5街南宫菜市啊，也传出有民众清明去大头买润饼糕，登去拜拜。中昼拜山要食，煞闻到臭酸气，不只个当事摊商讲，伊的物件拢是现日煮的，煮好就放冰箱，伊认为这是个人习惯造成的。我有甲讲，
你买回去，你就是爱冰箱，你要食的时候才摆，你袂使准6点买，你11点才食，迄物件绝对会歹去啊。应该是要冰啊，但是一般要拜拜都不会冰。那如果要长时间放的话，建议还是放在冰箱冷藏保存，因为冰箱温度是4度C。刚好就可以避开7到60度的危险温度。连续2天，高雄拢传出技术轮饼糕的食安问题。医生强调，轮饼这种食食若无冰，会真到生困歹去。尤其高雄这阵的天气拢是伫咧20几度，民众一定要注意食食的卫生甲保存方式，避免开钱佮拍歹身体。记者柯家族柯超雄高雄场报道。清明连假上尾天，金门因为大雾有8班飞台湾的飞机取消，超过500个人在等候补。受开放310个名额，会当坐船回来家己。不过，这大雾嘛有去影响到船帮，小三通金门水头往回厦门5通暂时停航。金门机场的大厅开办真侪游客，因为大雾吹到飞台湾的航线有8航班取消，现场有超过500人伫咧等候补机会。台北排12号5点半就来到这里等了，不一定要看天气啊，还要看等一下有没有加班机啊。协助疏运旅客，现场也开放，予310位旅客改坐船离开金门，估计暗时就人到家己布地港。因那小三通本来到5通的交通也宣布停航。多留的话，那就也没办法，因为船都不去，那多留就多留。金门在地的备援船来做一个启动。那马上作业的时候，我们在11点就完成了这样一个统计，顺利在下午的2点，运输了310名的这个来金门的一个乡亲或者是返乡的乡亲返回嘉义。清明连假上尾天，暗时因为海边的气象无好，新大马轮停航，下昼2点加开大马之星自贵人往马祖的航班。因那国道部分，国道5号一早起就上北的车流，雪山磅空回踏差不多3公里，车过愈多，时速8无到20公里。国公桥估计车辆交通量111万8万车公里。国道1号北向苗栗到湖口路段，国道3号的关西到大溪路段，以及国道5号的宜兰到坪林路段，在晚上9点前车流量都会是比较大的时间。国公桥估计清明连假收假日，国道有13个重点容易塞的路段，希望用路人会当改行代替道路，较袂塞车。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人口老化，食老家己大人数嘛愈来愈多。内政部统计，去年第4季，全国敢若长辈家己大的，都超过90万户。另外，这60岁以上，也有咧派厝的贷款的，去年12月是有25万2000多人。安尼甲算起来，全国派厝贷的平均8个人，都有一个超过60岁。倒伫电动按摩椅，哪掠铃，哪看手机啊，享受退休的生活。若无聊就整理厝内，虽然厝内抑个是最大做伙，抑过因为生活作息时间拢无同，60个岁李大姐生活看起来嘛，袂输敢若是孤单老人。现在的生活几乎也是好像一个人的生活这样子。平常我们里办有活动的话，只要需要，我一定会去支援里长那边办活动。一定要出来到交到好朋友聊一聊吼，比较不会无聊。内政部统计，2024年第4季，全国只敢若是大人大的主体数80.37万件，去年同期是增加到90.44万件。顶有一年增加超过10万件，年增加率12.53%。有里长讲，孤单老人愈来愈多，那就要注意是大人伫咧厝内安全，也鼓励因加出门参加社区活动。孤独的长辈，我们通常第一个会想到说，他可能是健康照顾的问题，一整天下来，可能除了到社区里面来活动之外，他找不到可以讲话的对象。廉政中心统计，2016年12月，超过60岁厝抑有贷款的。迄人阵是20.04万人，去年同期已经增加到25.23万人，授信金额自0.63兆，已经超过1.03兆，平均利率是自2.01%增加到2.43%。现在整体的房价水位已经算是一个蛮高的一个状况啊，所以有一些这个民众他在购物的年龄就会不断的往后延哦，他必须要累积到一定的财富，才有这个能力来做买房。专家讲，是大人唔但是租厝困难，就连买厝要贷款，也会遇到贷款利率加贷款年期无理想的情形。所以是大人若要贷款，就要传完整的资产证明，也个金融来源，或者是提供担保品，安尼是银行才会愿意贷款给你。
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消息来看，中华汽水原集路边仔的花旗木是当咧大开，这规片拢是水红仔色的，是真水。不过袂少去赏花游客，煞是撞入边仔的铁轨路，毋但造成这火车爱放慢，甚至搁爱停落来。警方就提醒，这款撞入铁轨路行为是已经违法啦，上当会当罚5万块。呼吁大家千万毋通甲钱，嘛莫甲家己的性命讲算笑。列车到底要来啊！毋过铁轨路4个位拢是人，手提手机啊、相机拍片翕，司机员只好减速，甚至几啊摆拢被逼停落来。小姐，你站在铁轨旁已经违反铁路法了，你赶快下来！另外，民众也翕到列车慢慢啊挖进，毋过铁轨路边有几啊个滴无法的游客，想要趁列车经过时翕水水的相片。虽然司机员一直骑喇叭，但是毋离开，为免互人替因流唱歌。中华丽水这条飞机无步道，边仔就是代替一线，一到飞机就吸引大批游客。今年回访大爆发，也毋过伫清明连假期间，人是直通通。发生未少的乱象。这个本来就是他们铁轨火车该走的地方，不是我们人应该要下去的。你拍，你可以在这边拍就很漂亮了啊。安全为重，拍照还是要严重。对。虽然花旗木很漂亮，但是生命更重要。当地村长也表示，虽然也争取设置栏杆，也毋过游客也是会为伊偏高度的空棚弄入去。边仔虽然都是派出所，也毋过铁路属于铁路警察管辖，警员则会当加强管导。铁路警察表示，这款的行为会当以违反铁路法来规范，可处新台币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本分局以编排勤务，加强取缔违规行为。一台火车就像一台大型的连接车一样，一定有很多的死角，摄影者可能没有注意到列车的净空，可能会被火车的这个车体去扫到，或者是有的拿自拍神器，可能会被火车的这个空间去打到。铁道团体表示，列车时线死角多，加上大档也爱有一定的距离甲时间，一旦发生状况，司机员是真歹应变，建议爱提悬见警率，民众也爱加强自律。记者综合报道。桃园4月初4的信仰生活节有一个表演花舞的舞者，可能是因为涂骹澹澹，而且佫有转无细而出道，身躯着火。不过这现场煞是拢无人摕灭火器去拍火抢救。虽然伤势是无介严重，不过主办单位的应变能力受到质疑。文化部是回应讲会检讨。表演者手提火棍啊，表演特技火演是喷甲真精彩，气氛来到上高点。过来，就有一位女表演者摕着塑胶杆啊，伫涂骹倒一连，准备点火，营造效果。无想到讲，后一秒，规人过去共一个时间，手头的火棍啊，卡着一体。这位女表演者转力坐，后壁的棍熊熊着火。演员已经第一时间呢，依照我们的训练流程，就是回到了后台。然后随即进行了降温，还有后续的处置。这个事件就发生在4月初4，桃园市主办的2006年桃园信仰生活节发生意外了后，女表演者连伊甲身躯的表演衫脱掉，也随送去病院。未来在各式各样的演出，我们希望主办单位都能够详加的评估演出的环境跟条件并且在现场能够有充足的这些设备跟紧急应变措施，来保障我们演出者的安全。对此，花舞团嘛发声明表示，因为落雨涂骹澹澹，才会骨倒。意外发生的时，演员嘛第一时间退去后台进行降温以及后续的处理。现在经过医生的评估，空喙处理妥当，无需要住院。常常发生意外，加上花舞表演本身就真有危险性，舞者着火的节目也互现场的观众看甲流唱歌。记者台选社桂林桃园报道。屏东中港掠乌昂症的季节到啊，不过认定今年头一尾乌昂症的条件是变较严格，毋但当中有限制，搁爱对下沟啊到九州船顶专程录影。初一都有2只船仔乌昂症去互判失格，不过今仔日是搁有1只船仔入港啊，一切拢有下规定，认定因掠到的就是今年的头一尾乌昂症，后日再去8点拍卖。屏东东港渔会总干事豆豆掀开乌布，甲头2日去看棚啊，确认这尾乌昂床是毋是符合今年175公斤重的新规定。
就确定重量无问题，众人随大声恭喜船长。协会表示，今年规定变严格，渔民除了爱对初一起掠到乌昂层才有准算，鱼翅北来啊提钓了后爱有175公斤重，对活鱼起高游来到船顶嘛爱专程录影。进前初一到2只船啊，因为无录影，无伫时间内防破设计。初五渔业电台接到这只琉球级渔船通报掠到乌昂层，初六下晡经过渔会鉴定合格，是今年的东港第一杯乌昂层。这个露营岩确实是活鱼起钩，那另外就是船长也有符合去鳃、去内脏。那经由刚刚渔会这边鉴定，它的重量是达175公斤以上，所以我们在这里正式宣布，傅余庆2号洪福家团长，他是搏到第一尾的资格。因为规定改变，佮变严格，就发现钓的鱼是乌昂层，船长赶紧爱人录影。今年67岁，讨海53吨，船长洪福家头一摆摕到东港第一尾乌昂层的公营。洪福家讲，伊是5工前出海，这回会掠到乌昂层，真正是无意中撞到的。有半两千啦，有啦。你敢有想讲你搭第二尾第一尾？无会想啦。只掠鱼啊，你来啦，我想要掠鱼啊，加嘛掠啦，结果这边来吃啦。东港渔会表示，这是历届掠到第一杯乌昂层上资深的船长，而且这回伫咧西南海域掠到鱼嘛较少块，是26年来第5届。因按算初8早起要公开拍卖，相信到时会当为东港的乌昂层佮创造一波热潮。记者郭明在国家组区朝阳屏东场报道。今年全台湾11县市的城镇润性演习，会配合汉光演习，是对4月演练到8月。汉光兵推是4月11大胜起果。新北、宜兰、高雄、屏东是分阶段配合中央演习，4分1的关键基础设施拢爱加入。警报声响起，先车来去街，台北市街路随便地安静。相对轮型演习主要演练灾害抢救、严正民防、在防体系执行能力，今年更加会配合汉光演习。在今年4月份会配合汉光的兵推，会有中央联合应变中心的演练，有4个县市政府参与共同的一个演练。在这段期间内有6天的3阶段。汉光兵推4月11到20进行。根据规划，新北、宜兰、高雄、屏东4县市会伫13到14、16到17、20到21配合中央的联合应变中心演练，合区内4分之1的关键基础设施拢会加入。汉光42号是兵操演8月登场，到时也会头一摆实施跨区协同演练，全台11县市的城镇轮型演习，为4月一路演练到8月。为了应应新形态的军事冲突，会头一摆伫嘉义县、屏东县检警无人机协助物资运送。在电脑兵推的时候做重复的话，其实军民双方可以做有效的结合。无人机运出来，它一定是运送小批的物资，好，比如说用大型的4轴的旋翼无人机去运送，譬如说救灾物资或者说医疗品。政府继续强化军民整合应变能力，也毋过强军一直有动作。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伫无任何说明之下发布飞航公告，为3月27到5月初6长40日物流包含上海以北甲以南的近海空域，包括黄海甲东海海峡等国民分析。中国可能是要反制4、5月这段期间，美日韩可能会进行的军演，呼吁国军爱注意强军动向。记者综合报道。海军年度远洋训练，敦睦舰队3只军舰是初4早起通过巴拿马运河，按算后一站就会到咱中美洲的友邦贝里斯。巴拿马运河监控点影机，当地时间初3暗时，翕到5国敦睦舰队3只军舰小连续通过运河的画面，会当看到海军的官兵徛伫咧甲板，看岸顶咧作业。这嘛是让了8冬，敦睦舰队搁一届通过巴拿马运河。过去敦睦舰队捌伫2003年，也有2018年2摆通过巴拿马运河。军本社完整记录，咱的军舰入去船门了后，透过水道、灌水、甲漏水的方式升降，顺利入去加入碧海过程。这届敦睦舰队执行的是航程较远的航次，或者是大敦睦、有空定级巡防舰、德化舰、新攻击巡防舰甲飞舰，也有油弹补给舰、潘照舰组成的。参与的官兵差不多840人，2月底出航，6月中旬会返来台湾，估计航行差不多112天。3月初10，敦睦舰队就到第1站太平洋友邦马绍尼共和国，刷落来就要去中美洲的友邦贝里斯。
川普第2任期上任之后，要求巴拿马重新管理这个运河的事宜，避免中共借由运河来掌握各国的这个海上运输的这个枢纽。远航训练可以同时让舰队的指挥官以及舰上的官兵熟悉远洋的航行，那对于后勤补给以及应对各种海象的变化，都具有战术训练的意义。专家讲，敦睦舰队今年通过巴拿马运河，有外交也有地缘政治连结的意义，卖当向国际展示咱的海军具备跨海洋航行甲远征的实力。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的党主席郑丽文明仔就要出发去访问中国，按算是4月7日会甲中共的领导人习近平见面。不过，这回乡镇安排敢是拢听中国的，就去互质疑讲尊严无对等。不过，国民党是强调讲，这届规格甲2005年胡锦涛甲连战见面的规格完全相同。因为这里够和平，我们才能安心躺平。国民党发布 AI 宣传影片主打有和平才会当倒病，和平上大。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问中国进前，用影片发声。这摆郑丽文访问中国有了7集，第10回登场，也是隔10年国共领袖再次会面，也过受邀的规格和外界接机。2005年连战主席的和平之旅，胡锦涛总书记发出邀请，那这一次对郑主席的邀请，同样引用了这样的模式，所以连主席的邀请跟对郑主席的邀请是完全合乎对等和尊严。刘永强强调，郑丽文受邀规格，甲2005年联合会共款，符合对等尊严。郑丽文伫行前接受美国媒体 NBC 专访，特别提起两华关系甲对美关系并毋是二选一，除了要推动两华和平降低冲突风险，也强调支持甲美国军事合作。也毋过，民进党立委高需要质疑，郑丽文访问中国拢是由中国一手主导，是成是败，有待台湾人民检验。攸关台湾的主权、独立、内政跟国际空间，他都不敢为台湾说一句话，那么当然这就是失败的习政会。国安官员强调，中国敢是停止军事威胁、国际打压、甲释放扣押的台湾宗教人士，也是检视第10回的3指标。那郑丽文访问中国，方质疑可能到底统制限制。中国统计部7月伫陕西举办2026清明公祭献元皇帝典礼，也邀请前国民党代理主席林正杰出席，引起关注。汉清永继，宝岛光复，归心切切。统一大事，断不容读。清明祭祖的习俗和皇帝传说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中共在2004年开始，把在清明祭皇帝当成重要的统战活动，把清明节染上了政治色彩。刘委会强调，清明节制作的红色金菇糖甲皇帝神话拢无关系。中共将清明节染上政治色彩，是一贯的统战手法，台湾民众未有兴趣。记者综合报道。台中乌车一大低调，去年10月2日验出非洲猪瘟，到在这疫情是无传出去，1个月来嘛无新病例。世界动物卫生组织今仔日是许可咱台湾恢复非洲猪瘟非疫国家。农业部表示，咱对申请到通过审查，敢若短1个月过，代表咱做甲真好。台湾是搁再正做亚洲唯一口蹄疫、猪瘟、非洲猪瘟3种猪瘟拢非疫的国家。来看 AI 愈来愈发展，真侪代志问 AI 真紧就会有答案。不过，国教因是指出，若是甲思考甲创作拢交代互 AI， 对这大脑的发育是较无好。所以讲，教育部就推出所谓教学指引3.0，13岁以下是无建议直接用开放式的 AI，13岁至18岁就要有老师甲家长来监督，避免去学到无适合的内容。甲问题提去问 AI， 就当得到答案，对也是唔对。有当时连大人拢真歹判断，囡仔敢有法度。教育部有针对人工智慧推出中小学所谓教学指引3.0，国教院指出 AI 会当伫学习过程扮演重要的角色，毋过爱避免学习挂包的问题。建议13岁以下的囡仔爱避免直接使用开放式的 AI 工具，若13岁至18岁需要有老师、家长监督使用。我们在课堂上指派作业的时候，会希望就是
小组之内，有的人可能是在用 AI 的部分，然后有的人可能就是用搜寻引擎广搜其他不同的资讯，这样才不会没有让学生训练到组织这些资讯的一个逻辑的能力。什么是学习外包？国教院指出，就是咧讲是管教思考的过程，拢交互 AI 进行，尤其是伫国小阶段的细汉囡仔，伊有丰富的想象力。若是完全拢交互 AI 去思考，安尼对大脑的发育颠倒较无好。对面你讲，你头讲这个数学是安怎写，你直接互我答案，结果伊互你答案，按讲你拢唔知为什么是安尼，但这工课包互伊，家己无学习，足危险的代志。国教院表示，若是13岁以下的囡仔要用 AI 来学习，建议用教育部专工替囡仔设计 AI 平台，亲像是英才网或者是 Google English， 这两个平台拢会当透过引导的方式，互囡仔思考，袂直接提供答案，互学习的效果更较加倍。记者台选谢桂玲台北报道。内政部上新的统计，台湾去年的总生育率敢若0.695，是全球上介低。预计到2065年，台湾的人口恐惊敢若剩一半，无到1200万人。婚育国安危机真严重。根据内政部上新的数据，台湾去年总生育率敢达剩0.695人，对比前年的0.885人，是有统计以来榜上济一档。另外，代表新生儿领先指标的结婚对数敢达10万通啊，嘛创下新高。可能会就是因为金钱问题就不想要生小孩，结婚的话，他们可能会有可能啦，应该会等自己一切稳定之后才要规划这些东西。像我们家，我们就没有打算要买房子，我们现在就是租房。如果要买房的话，经济负担就相对的更重，就会比较没有办法让小朋友有比较好的一些教育或生活。台湾总生育率帮减超过预期，国发会预计8月发布上新人口推估，按采用超低生育率模型，那用去年总生育率0.695人推算，前一届推估2070年台湾的人口会剩一半，不过上新的推估数据会提早5档，也就是2065年就来到1200万人的关口。民团建议应该拟定短期甲长期的计划来运用。短期来讲的话，我们团体最建议的方法是推动友善职场，包括现在劳动部今年推出的育婴假以日为单位就可以申请，还有台北市蒋万安市长推出的减少1小时工时有薪资补贴，友善职场对于已经生育的家庭多生一胎可能会有一点点帮助。王兆庆嘛激励长期政策部分未来修法，谈参考西欧国家的经验。修法建立长期判理制度，法律保障判理权利，不过无建立姻亲关系。因想要生囝，不过无想要进入传统家庭结构的族群。记者综合报道。清明连假落真济雨，水利署统计，一季间水库是有增加1.5亿吨的水，有小可化解欠水的压力。不过，这雨水多数有关是入中部以北的水库。南部的白河水库、詹文水库，有关是红色警戒，提醒大家用水有关爱准则。受到方面的影响，清明连假期间，真侪所在直直落雨，嘛，互全台湾水库增加1.5亿吨的水量，有了消透寒人欠雨水的压力。水利署指出，新竹、苗栗含台中雨水量有到100毫米至300毫米，这几天以中北部的水库入水上济。其中伫宝山甲宝山第二水库，就是伫新店伊是有增加1161万吨的水。伫苗栗的永和山水库，然后增加1266万吨的水；鲤鱼潭水库增加3800万吨的水。所以这个是对水库这个蓄水量也欠水的量是拢有增加。也毋过，以台湾水库即时水情变大的资讯来看，像台南的白河水库贴水量15.6%，詹文水库嘛才22%，拢是红色警戒。水利署表示，南部水位虽然无增加偌济，也毋过詹文水库、乌山头水库甲南化水库拢较大粒，所以民生用水甲农业用水是毋免烦恼的。因为咱南部像台南地区，主要是食这乌山头、詹文甲南化水库这3粒水库的水因这3粒水库的特色就是足大粒啦，伊的蓄水量是有够，而且嘛有够咱地基座的用水。
针对网络谣传讲连假苗栗落大雨是人工情雨所引起的，水利署驳回讲人工情雨袂伫咧落大雨的时阵来做，这是无影无迹的代志。按以目前水库的水量来看，水利署表示拍算会当挡到6月底以前未分区限水，也毋过民众用水有关时爱准则。记者卢尚珠、郑俊佑台北报道。宜兰头城大溪川7公里长，是有90几种珍贵的物种，这生态真丰富。不过这个月底风溪护鱼就结束啊，惊讲一个假期，毋就又搁有人去掠鱼啊，破坏生态。县府是已经预告，未来这大溪川会永远禁止钓鱼啊。来到宜兰头城的大溪川，会当看到四界拢有挂风溪护鱼的广告，希望民众毋通伫溪水钓鱼，也是电鱼啊，违者依法来开发。唔敢爱维护溪流，也是需要当地社区斗阵来巡护，因为袂少钓客甘愿冒险嘛要偷钓。不过这个月大溪川风溪护鱼期就要到，当地社区希望争取大溪川永远来风溪。那时候就没办法再继续供气的时候，不到1个月，整个生态都几乎就跟以前一样，不见了。蛮快的啦，不到3天1个礼拜就全部被抓光了。是有研拟是不是把它变成永久性？就这次变成永久性的风溪护鱼，就跟新城那边一样。社区过去捌风气风溪大溪川的物种，就来大量减少，亲像毛蟹嘛一度消失。社区向县政府争取会用公告永久来风溪，县政府近期已经预告收集各界意见了后，就会正式公告，希望会当维护当地的生态。鱼仔伫深水区收过来、收过去，这几年风溪护鱼大溪川的生态已经豆豆恢复。这条长7公里的独立溪流，调查到的水中生物有90几种，会用甲专门溪相比拼，毋过威胁毋但钓客，阁有游客。你个这口沟通一项吧，都有所谓，就是要走就赶不走到走。那对于我们长期有劳心劳力在作为护溪、保护生态的这群朋友、志工朋友们，我觉得这部分应该我们一起来协助他们，避免有这个自筹款的部分。游客早来本色伫大溪川四界时，社区呼吁民众较好心咧。另外，受灾发的影响，社区风溪护鱼的补助会为县政府支出。不过，社区需要无配合款，因为巡护溪流的工课无简单，民代争取免除配合款。县政府表示，已经向免除配合款的方向签办补助方案。记者综合报道。屏东恒春的红茶溪渔港，昨下晡是有一家伙仔伫咧岸边看海龟，不过这翁仔某2个人却是无细力出道，险啊摔落海里。67岁太太是脚去崴着送病院，附近的民众是讲，这个所在真趣，几当前啊，捌有人捌9个人险啊厝咧海里，真正都爱特别注意。画面中的查甫人骨倒，边仔2个人要过去关心，结果穿咖啡色衫的负责人嘛无细意去处倒，家属赶紧发其他厝内的人过来斗相共，过落去就是海水，大家赶紧甲负责人刷卡起来，因为负责人无法度家己徛嘛爬袂起来，家属就敲电话通报消防协助。看海看到底到。没有要看海龟啊，说是有海龟啊。后来看到海龟了。没有啊，没看到。这边有海龟哦。有啊，我今天就是有来看过啊。消防人员赶到现场，足细意甲受伤的负责人扛起哩软桥，虽然无生命危险，不过会当看到负责人的脚歪歪，送病院检查倒脚骨骨折。代志发生伫初5下晡2点外，一家伙仔到恒春红茶溪渔港佚佗，因为渔港内底定定会当看到海龟咧游，为着挖金观赏，67岁的负责人和因翁，惊伫迄阵上花的厝家打着青笛，2人前后出倒。有的来看要看海龟，最近这边很多海龟，这个红柴跟渔港这边，因为它这边有出坪嘛。就一个斜坡，然后那个靠近水的旁边那个有一点潮间带啊，那个海水会滑，那个板子会滑，所以就滑倒了。附近居民讲，这笪厝家因为会浸着海水，交接的所在拢会生青笛，有的民众若无注意，就会去骨倒。2019年就捌有箱仔车停无好势，规台车9个人出去海里的情形。相关单位提醒，渔港厝家所在较危险，民众唔通进入，避免发生跋倒，甚至落海意外。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巷仔口或者是视线有死角的所在，会吊这反射镜，帮助驾驶看敢有车过来。不过，台南的中西区说是有一栋透天厝，1楼到4楼是吊规排的反射镜，真显目。不过，因为遐是私人的徛家，也无捅出来，所以讲也无违法。另外一搭是里长规划要伫咧巷仔口采反射镜，减少车祸。不过，居民说是嫌讲会影响风水。落尾，里长是甲镜设计做日头火型，才顺利解决。
伫路口行入巷仔内，远远地当看到规排的反射镜，行到近的详细看，这是一栋透天厝的建筑物外边，对下面算起嚟，拢总有10个大型的反射镜。那在地里长讲，这应该打设无偌久，也无接到居民的反应。规个台湾省我头这嘛算头一个这装置啦，设计啦吼。但是我咧想应该是原则上也是因为对方的壁刀如果这个部分如果这厝这空地厝起起了，应该就这个问题应该就改善。实在教场门附近住户认为，反射镜设伫私人地是个人的自由，不过大家嘛加减烦恼。那到时阵日头伤过光，惊反射光会倒插北，影响到行车安全。针对这款反射镜装伫徛喺外边的景象，监务局判定是私人的建物，目前无违反相关法规。对不那栋一定会很恨他。那你们看着觉得怎么样？有一点怪而已。怎么怪？就它如果太阳光照起来会很刺。建筑物外墙设置黄光镜，只要不突出于道路边界线及所谓建筑线，并无违反建筑法规定。另外嘛，引起讨论的反射镜是伫南区中华南路一段77巷口，这因过定发生车祸，本着要设反射镜，在地住户对风水真敏感，无愿意讲找你去厝内，因为居民的反对，和原本要改善交通安全的计划，伫迄阵嘛碰到真大的阻碍。住户是觉得说，因为反光镜照射到他的住家，他心里会不舒服。交通局没有办法来装设，那后续里长我们自己去做了这个小型的，然后跟住户去做沟通，所以他们看了之后可以去接受。后来在地里长变巧，甲反射镜设计成日头火样式，佮加装发光的灯条，打造的刷叮当的小型反射镜。这款结合创意甲装饰的做法，不要互居民添头同意。里长嘛讲，这款设计确实有效，降低车祸的发生，成功化解风水甲安全之间的冲突。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伊朗是把这核物质海峡封起来，影响全世界石油供应。美国总统川普是一直放调讲，若是伊朗唔开放，因就要采取行动。不过，这出手的期限煞是一直咧延。上解新的是，台湾时间初8早起8点进前。美国总统川普初5伫社群的上新大文讲，伊朗爱伫美东时间初7暗时8点前停止封锁核武器海峡，若无要甲伊朗的发电厂这基础设施绑架，那亲像人间地狱。这是川普至少第4届对伊朗提出开放海峡的最后期限。一个开始是3月2日的48点钟内，尾仔就一直前延。另外，川普伫大文使用辱骂的文字，搁写俄罗阿拉真主的文字，地区各方一直批评。路透社的报道引述批评者的话讲，甲军事行动甲宗教的语言做连结，都那亲像用宗教来美化攻击，除了违反美国政坛的习惯，嘛无符合宗教祝福应该爱祈求和平的原则，也佮用其他宗教的字句，显示对其他宗教的无尊重。He also seems pretty furious because of the fact that this war now in its 6th week has not been as clean and easy as he expected to begin with. And this is a war that started as a war of choice, but now has turned into a war of necessity, because without reopen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this critical choke point, there is no way the president can frame this as a win. And because the Iranians are not capitulating, his frustration seems to be building up to a level that he is lashing out rhetorically. 公司新闻7家人编译。伊朗的态度有远无落软，呛讲若是美国帮因的基础设施，因也会拍倒转去。不过，伊朗这2天依然是继续咧攻击以色列甲科威特，伤亡甲损失继续咧增加。美国总统川普自3月2日以来，几摆来回对伊朗下最后通牒，要求停止封锁荷姆斯海峡。初5伊伫家己的社群媒体发文，也将伊朗的电厂甲桥梁列为轰炸的目标。对此，伊朗外交部的回应是，因会用因的方法来对付因。Iran's reaction would be one of reciprocating any such attack. Our armed forces have made it clear that in case Iran's infrastructure is attacked, we would react in kind. Our armed forces would target any similar infrastructure that is owned or in any way or manner rela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or contributes to their act of aggression against Iran.
伊朗外交部批评美国威胁攻击桥梁发电厂等关键民生基础设施是犯罪思维，甲公开煽动战争罪是将全体伊朗人放伫危险的环境。伊朗也向美国民众发声，这场战争冲突是美国政府家己选择的战争。美国最近针对川普的抗议活动，就是美国民意反对暴行，甲战争罪具体证据。伊朗这2日也连续空袭以色列切拉透早飞弹飞过特拉维夫，空袭警报响起。约旦河西岸的希伯伦也看到飞弹飞过声影，超过5摆的飞弹攻击，虽然多数拢予以色列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不过又有闹高的击到北部城区海发人口密集的主题区，造成9个人受伤，3个人失踪。搜救人员透暝伫庄仔厝下中来找找。另外，科威特境内的电厂、海水淡化厂、甲炼油厂也传出遭到攻击受损的消息。另外一方面，以色列是继续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攻击。以色列表示，攻击目标是真主党据点。各地空袭进前，先对这栋建筑发布特别通知。虽然安尼，也是造成至少4个人死亡，几10人受伤。公司新闻单秋梅编译。柬埔寨因为过去战争几10年，到搭涂骹底也有真侪地雷。非政府组织是派扫雷器去倒清地雷，望减少人员的伤亡。当地为着感谢这只扫雷器，佮为伊做一尊雕像。这阵也佮有真侪扫雷器也咧继续拍拼，目标是2030年，甲柬埔寨地雷拢总清出来。有开红布雕像见光，不过要纪念的毋是人，是一只叫做马甲瓦的非洲古器。伊服役的5年期间，成功骗到超过100粒的地雷甲微波弹，协助清理大约14万平方公尺的土地，让民众会当安心生活。也是非政府组织按照卫普扫地雷的组织 APOPO 所训练出来上有代表性的其中一只清地雷的鸟器。And what we decided to do to commemorate for Magawa, we made the statue, and we decided to launch it on the eve of International Mines Awareness Day, which is tomorrow on the 4th of April. 这种鸟鼠片仔真来，伫地雷区来来去去，精准分别爆炸物的化学气味，快速定位地雷伫倒位，毋但大大降低人员伤亡的风险，也互清地雷的效率变甲真好。马甲我的雕像胸坎有挂奖牌，身躯顶是任务攀的大，除了代表伊的贡献，也提醒国际社会，柬埔寨经过数十年的战乱，留落来的地雷的问题，到今也未完全解除警报。Cambodia now has a target date of 2030 to become mine-free, and Apopo is, as long as we have donor funding and support, we will stay in Cambodia as long as we can and support the CMA and CMAC and the government until the job's finished. 马甲我2011年退休，伫过当年过身。伫柬埔寨，鸟鼠嘛会当变做英雄。虽然马甲我已经奉献伊的一生结束任务，不过伊的战友又原伫前线咧拍拼。因的目标是柬埔寨会当伫2030年甲地雷拢清了了。记者综合报道。再回来关心天气，气象署讲拜1、拜2受到风面影响，中部以北是落阵雨甲雷公雨。拜2的雨上介粗，就要到拜4天气才较稳定。另外，在清明过后，因为湿气较重，灰粉较济，医生就提醒这鼻仔较高过敏的民众，出门就爱挂嘴暗。年假伫要结束啊，不过雨煞要完落袂停。气象署讲拜1、拜2受到风面的影响，中部以北会出现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部分地区的雨会落较粗。尤其拜2是这礼拜雨落上粗的一天，气象署提醒西到北部地区就要注意大雨甲雷公雨。中部以北地区天气都是比较不稳定的，比较容易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的情形，甚至在北部地区明天可能会有局部大雨，中部地区明天也有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气象署指出，一直到拜3，东北季风减少，雨才会渐渐减少。不过东半部有关系会落雨，那西半部是一份好天。气象署嘛讲，一直到拜4，各地头天气才会转好，西到气温会回升，高温有到28度到30度左右。另外，清明节过因为湿气重，灰粉较济，医生提醒讲，鼻仔咬过敏的民众就要注意。因为这时阵灰粉较侪，空气嘛较重，天气嘛一下寒一下较烧，鼻仔就会受刺激，过敏就较高发作。那你若是有过敏我会建议讲，你出门爱挂嘴安。那等来厝内底呢，会使洗面、洗鼻仔安尼，
厝内底嘛要保持好干干。医生表示，鼻仔过敏是这个节季上接有的症状，嘛提醒民众春天的天气变化较大，早暗大穿好少，避免鼻仔过敏的状况加起来。记者郭正阳、王志刚台北报道。再回来关心明仔载各地头的天气，北部地区21度到25度。中部地区21度到29度，南部地区22度到31度，东部地区22度到29度，外岛地区17度到28度。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